种挑战算怎样？失败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问一下乐队老师，这是我们的挑战是吗？为什么想唱客家歌？有兴趣。你有喜欢的偶像吗？罗时丰吗？没有。哇，今天很闹热了哦！哎呦，火龙发射喽！356那冲啊，心我开哟，无冲过的心锁，闹热到你腿，闹热强下来。有錢朋友大家好啊，蒙古。來，今仔大家好。哎呦，今天有部莫用用啊！哎，有啲人嘅闹熱嘅特別計劃啊！哎，鬧熱泰國城。來到10個 V 嘅泰國城啊，鬧熱非常泰國城呢？非常熟悉的好朋友，哎，跑錯棚了。啊，你是說中間那一位嗎？哦，那一位是我們的老闆娘，鬧熱的這個坐鎮的媽祖婆。哎呦，希望唔係老師。太子噶，哎呀，泰國城。哇，哎，啊，那觀眾朋友對佢係非常熟悉啊。係啊，係啊，啊，全部都按唔唱。唔過大家都全部上都按講，我來按實文。搞嘅時節真會來啊，全部上都按講嗎？對，講又實文啊。哦，真的哈。對嘛，係啊，哎。羅哥真的老花了。這中間嗰陣冇叫後生可能沒算一講啊。馬該意思了，他沒講啊，他現在就像朵花一樣，他自己還打開花瓣，有沒有？對。 80歲。80歲，原來都兩邊同太子啊同籠嘛，係嘛？太子嘛輕易分看到小蘭啊。對對對，我想安尼像係啊，真的觀眾朋友咩當家己看到啊，條朋友看到當熟識嘛。係啊。就當一當親戚，哎呀，爺來了，哎呀，我真係看到佢啊。哎，因為 TVB 給發咯。就會有那感覺，係啊，對啊。哎呀，唔係。見妹喺創歌。對，做乜會按接做 TVB 給發，所以觀眾朋友好看。本在而家咩？高數嚟唱歌，係啊，唱歌，咩唱到好聽，咁睇下糖啊，對嘛，哦，誒，好嚟，基本嘢，有請兩條朋友啊，嚟唱歌，唔過 Andy 有10幾個嘅，有10幾個，唔係個案件大都半日唱哦，提示啊，哈，有請你嘅歌神來到舞台動嘅時，我會給3個提示，啊本一個提示會有一首歌，啊本記條自己嚟現場會唱埋歌，哦，唔係講我係想唱嘛，就唱埋嘅呢，冇咁簡單嘅，哎呀，咩算係啦，本記條自己獻嘛，對，那就是有一點挑戰性，對，有關卡。有關卡，好來啊，那馬上歡迎 TV 啦，啊，來歡迎曲 T， 羅哥好，綽娜姐好，然後我幫羅哥講2把，齊媽媽你好，你看我都知道他要講什麼，還賺奶粉錢，黑了，不是，他咁樣親好堂吉唱歌呀，你都不會唱啊，唱過後，乜歌就沒有辦法難倒他，哎，什麼歌你都可以駕馭啊。傳統的、老的、舊的，哎，好像都一樣。沒那麼新的，沒那麼新的。好，來，衝點今日挑戰呢，我要給你出題了。哎，這是真的，請緊總呢？緊總哈，來，請出題。我來出3道題。好來，第一個，太甲挑起來，哎，挑起來，知道跳舞沒？一唱黑5 Q 的感覺。下來跳，超越金曲歌王哦，也就是隨便一首歌你就超越羅時豐的意思哦，超越你啦，歌王咩？歌王一樣的道理，對，還有第3個挑戰飆高音，挑戰飆高音，這可能跟我比較有關係。現在我要飆高音，飆高音，你是用？你是用你的髖關節飆高音嗎？好，3招現車本線。好來，挑起來呀，還講超越金曲歌王呀，你跳起來應該就不是太擅長，沒有辦法跳起來呢。跳起來，對不對？哦，哎，他沒有挑戰過呢。他每一次唱都是那種跳起來啊，跳起來先沒有辦法。不是你現在已經2寶媽了，對不對？你要多跳
身材才会维持，对不他这对？身材怎么了？别的方法，哈，跳起来先下一次。还用别的方法？太难了啦。其实三个都轻挑战呐。系啊，飙高音，飙高飙高音对你来讲冇乜问题啊，太简单。你看声音也音域也很宽呐。系啊，音被懂法。爱吃到金曲歌王好。挑战金曲歌王。金曲歌王啊，男生是谁会按奖哦？哎呦，谁会按奖？谁会讲那太简单了啦。哎，歌王嘅歌嘅咩？歌王啊。简单的啦，你听可能迄么个是歌王男生的有谁？那些超越金曲歌王就超越。客家天使团。哎啦，好冇？好，歌王还有做的。对啊，歌王青豆啊。你要哎呦，还是你要挑战芭蕾？芭蕾是跳起来啦，跳起来。哎呐，对不起。我爱简单啦。对啊，挑战金曲歌王是不是？好，挑战金曲歌王。好嘞，好嘛。哎，你就会来冲《颜柳清风》。哦，罗文一，哎呀，听到我们罗家人的哈，来《颜柳清风》后堂的歌曲来弹过来，来。不过你有一道烦恼，不是对人讲。燃了一滴歌无好，流汗那流水样。心肚里只盼望几个声音的有重要，眺望将绵绵的拍手塔地，一家人的从了韩国。一座一座弯弯山头，心事就离空。无言泪在相逢，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。像春梦慢一梦，为了家庭一生又一冬。燃了高，点点错，走得长故事慢慢讲。有时讲有戏，三不四无同路。希望你身体爱健健康康，好电都向前方。眺望将绵绵的拍手塔地，一家人的从了韩国，一座一座弯弯山头，心事情未空。眼泪吹像风，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。像春梦慢一梦，为了家庭一生又一冬。燃了高，点点错，走得长故事慢慢讲。两个无爱照顾你的路。在相逢，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，像春梦慢一梦，为了家庭一生又一冬。燃了高，点点错，走得长故事慢慢讲。两个无爱照顾你的路。徐妈妈你好，不要再叫人家徐娘你好，徐娘，哎呀，怎么样？用完后堂呢？后堂啊，
我爱铁白，从罗云老师的歌曲。哦，你觉得好驾驭吗？不好驾驭，不好驾驭啊，真的。我爱卡西有唱两种曲风的歌，都是比较大鸣大放的那种狗影那种。这个很，也还比较叙事性、共故事那种。对，他们那种，他们那种感情的挑战两首歌，哦，练的共同他挑战。因为我们唱传统歌习惯的人，要唱这种比较那种，很像讲话共发的这种感觉，就会拿捏的比较不是那么恰当啊，会有那种感觉。你也可以很大声的说故事啊。哎呀，哎，你们冲眼嘎吗？眼了再相逢，感动和你的那朵呀，爱了你的我。哦，这个烟楼好油腻啊，快烧起来了。进去的时候要小心，可能脚一滑会跌倒。对啊，其实是这种歌真的呀，还要冲这种大鸣大放的歌，关系，从那里久诶内敛式的，要稍微磨练一下。这叫做我刚才吃到你给莫挑战算成功吧？真的吗？有收敛这种感觉啊，内敛的情感其实还蛮简单。因为年纪到了，所以他就用情感面慢慢的已经。开始收敛，一直讲人家年纪大，没黑啦，60岁人的，嘿嘛。又会做直播，又会照顾声音的，对，哦，真的很累呢，很忙呢，哈。啊，小的这样抱着这样啊，大的一边喂奶一边直播。我牙还天丝腿，一边喂啊，没啦，牙还天丝腿做现场。天宠的啦，天宠的节目啊有，天宠节目啊，那叫天良电视台，天良电视台，哎呦，真的还要后台有一的天视台，哎呀，咩要青島你總比朋友好看嘅節目，對，所以大天花與大椎骨嘛，大椎骨大蒜和孫沙做的買到嘅，營養品嘅，這部睇起來天空，對，很棒。太同細差幾多歲？差6歲多。6歲哦，哇！那你還算應該算太應該會照顧細吧？會。迄講兩啥跟年紀同群嘅話可能會吃醋，但是差很多的話，差6歲的會照顧，是怎樣？是中間沒有想要再生的？本來沒有想，但是因為兩啥，差6歲，大寶會幫忙照顧，是，哇，那很棒，減輕一點點，再生了，增產報國，增產報國，對不對？先不要吧，先不要，兩個肚後嘛，先安永就會呀，兩個，不然你要真的要變徐娘了，再生一個你真要變徐娘了，徐娘辦好了，你還要尤其改生發啦，哎呀，過一個可能顧唔來哦，好啦，今天挑戰成功，有成功，成功哈！對，只有我們小蘭最沒感覺。沒啊，小蘭是氣質型的，有啊，喝湯嘛。謝謝。小蘭剛有在現場哈，有在現場。有了。你魂有回來嗎？有啊！你們3個今天是紅綠燈嗎？怎麼樣？哎呦，紅黃綠哈！哎呦，3種綠燈，我們真的是的。那綠燈先行，綠燈行，綠燈行。謝謝。來，請回到位置。我們黃燈暫停，好嗎？好來，那請我們黃燈出來哦，錄音欣賞。黃燈回來了。哎，黃燈現在很紅呢，角頭，對，東鳳的節目們青島，欣賞的青鳳啊。啊，係啊。他是客家英，我講英欣賞啊。英老師開玩笑。對啊，多少學生英期盼上他的課。多少？這個梗有想過了是嗎？沒有想過。哎，老師，多少人因為他英沒帶子，對啊。沒帶子。他沒有英沒帶子啊，英很忙。就是很多前輩老師因為他的出現，然後就變英沒帶子。哦，沒有嗎？沒可以奶。你是說你身邊的英燕嗎？有完沒完啊？來，出題了哦。好，英欣賞的題目又冇空用咯。題長，傳統新編。哎呀，這個對他沒有什麼這個困難度。傳統新編。第2個，通幹物。哎呦，這個好啊，這個好啊。我不用報你3個了。不行。
可以吗？会掉出来。Beyonce 这样，不会啦，不会。像这样子啊，你啊，我有形象哎，我有形象包袱。哎，你要打开你的，你要 open 你自己。你爱吃狗嘞？很吃狗嘞哦，做不了。对，学生会更多。好为难。他说他会怕会掉出来，跳太大。啊，用歌不用再现车啦。第三个选项。英式流行歌哦，那当然是这个英国的啦，英国的，英国的，对，流音的，管标那一种有没有？流音的英式摇滚。为什么正常的话你讲起来都很奇怪？英国的，英国。没三种那些那一种，我是觉得动感舞曲不错啦，我强烈建议英式流行歌就好了啦。英式动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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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雷坤，轩轩，你看一下我穿的芭蕾，咖喱芭蕾，咖喱芭蕾，咖喱芭蕾，很厉害，也要跟你学习，掌握打歌的时间。这他自己的歌，老烟枪跑出来，他的千年老痰出来。来同讲，他那个流感呢，好了。好啦，英式流行歌啦，英式流行歌啦，英式流行歌啦。对啊，我下次不要穿这样子，不会掉出来的时候再动感啦。但你穿这样子，这样也不会掉出来啊。会啦，松了。你穿这样反而适合传统新编呢。啊？传统新编太简单了，挺简单的哦。挺简单哦。流行歌的对你来讲，还有挑战系吗？嘿啊。哦，但是英式啊。对啊。英式流行歌。来张贡还老罗哥学习啊。罗英英去给他冲的流行歌的风式。对啊，人家没真的懂是有唐豆英英老师冲流行歌曲。你冲一拜我就永生难忘哎。他唱一次请说客语，我就永生难忘。就是那一次。整死我了。好啦，英式流行歌，嘿嘛，那我们就来揭晓转播啦。哦，谈欢啦。这种挑战算怎样？失败对不对？我们要问一下乐队老师，问老师，老师的挑战成功是你们的问题吧？是老师们挑战失败的，老师成功了。这是我们的挑战是吗？天对，我看庄老师每一个点想要天对，其实是抄你们吧？对啊。讲下上一首难给我啊，爱我啊，才给情缘给山下，木背的幽的花，还有轻快的台风花，转木啦，转一首难给我啊，南风吹面到声音的世界。还记得快乐永远路头吧，落寞的忧的花，含定爱莫再流浪啊，转木啦，转一首难给我啊，转一啦，转一啦，爱给我啊，转一啦，转一啦，爱给。上的故乡，南风吹面到声音的世界，还记得快乐永远路头摆，
梦啦，在一少年嘅我啊，在一啦，在一啦，爱嘅我啊，在一啦，在一啦，爱嘅故乡，还有满山野花香，有土地嘅芬芳，爱我啊，你是呀乡嘅故乡。全是亲爱的故乡。卖你的歌呀！矮個，意思你話講啊？識家講。平常時都唔轉目嘅啊，現在用歌詞的。真的哎，真的，真嘅啊。平常時都唔專一哦。過家門而不入。哎呦，真的，你怎麼這種？你是什麼啊？你是那個去賺錢，治水，去賺錢冇賺不㗎。哦，就勁高啦。上次台北都苗栗啦，都新竹。這唔好想講專一不卡撈一下。冇時間啊，趕時間。係啊。以前我那個啊，我家住三義的時候啊，爸爸媽媽喊出來時，哎，我高速公路就開，我就停在路肩，我就走跑下去。然後吃個媽媽的麵啊，吃個東西。路肩尿尿。以前高速公路車沒那麼多了。哦。地下10年、3、4、10年前。你有沒有曬阿姨？啊？你說曬阿姨啊？為什麼要停在路肩？沒有，你以前3義沒有交流道啊。哦。然後你就交流道是後來才有嘛。你是翻過高速公路，然後從山坡滾下去。它剛好有一個路口，然後一個斜坡。出查你就停那個，哎，再往下去，慢慢。個東橋吧，民國初年嘅時間。大概日本時代吧。日據時代還沒有高速公路啊，拜託一下。我那個時候來台北，全部都荷蘭人呢。你就是了啊。你就是啊，你跟那個小 Ken 老師他爸一樣嘛，對不對？同鄉混血。哦，他爸那個時候更荷蘭人嘛，那應該更早。混血。荷蘭人一定啊，荷蘭人，難怪你們同鄉嘅人，同鄉，對吧？荷蘭人一定啊，混血。荷蘭啊，我們是用英文發音啊，荷蘭。對，啊。轉來都不回家的，對啊，你們有沒有轉過卡？轉不啦，今天下兩條歌來懺悔，是不是？對，是因為這樣。這首歌是懺悔的歌嗎？冇啦，因為該當時鬧嘅黃連玉老師討論寫歌嘅時間，又講到安陽應該心情，就係講到乜嘅客家應該特色啊，乜嘅啊，就講你客家人就係閩南帶嘛，那邊好可以生活，對，然後就講到這個，然後就講到說啊，那我們客家人不管到哪邊帶下來就係幾個舞。咁個到你掠下師台，係為到我出去打餅啊、食頭路啊乜嘅，所以就下手轉福卡。
可能你转头不开是接全部穷用嘞。像你老家还在吗？不在。对啊，就是类似安用性改性侵，用个心情，两条沟下用个心情。对对对，哎，我从两条。这个是没办法，时代变迁。对啊，我用这首，然后对啊，我用这首歌去国外唱歌的时候，哎，东东用庆脚哎，哦，真的哦，因为他们更不可能。对对，很难。来讲，古用磨锤嘞，对啊，就好像那个时候很多人听到那个黄昏的故乡一样。对啊，就是听到你就会觉得哇。哎，有上是有的会有些地方糖豆两条狗会吃到情感动。错。你现在是要让我们正经。丢我黄昏的故乡不是在叫我，伊是予咱的故里。一直歪掉。黄昏的时阵，予咱的故里要回去吃饭，是安尼吗？所以该东是俩属狗写出了给师姐。哎，那时候玉哥还考虑不要给我唱，哎，为什么他想要自己留下来？对对啊，一定我们要词曲作者就这样，因为好的这个产品就是我好像自己诞生出来的小孩一样啊。哎，给你唱怕浪费掉啊。对啊。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刚对什么？我刚对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好，结果没有浪费，他话术啦。你一直歪楼，烦呢你。哎呦，你这么知道两条狗哎，懂贴撇啦。对，我向这边讲好了。对啊。英式情歌，到底要不要结束这一趴？不是，如果我是黄老师，我也不太想给他。喂，你错歌清后啊？对啊，因为这个情景故事啦，对，这个有这个那种故事，所以大的轮廓是讲整体客家，小的心情就会讲情家。对，一下都被荷兰人带走了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是啊，远离大象。荷兰，哎，说到这个谢宇威老师啊，他有一次跟我讲，我也觉得他是荷兰，他跟我讲他有荷兰人的血统，他蛮有可能的啊。我就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他胡子是红的，然后头发也有一些是红的。然后我就说那对啊，我觉得他祖先应该是钟馗吧，直接是钟馗转世啊。对啊，连容颜都没有变。对啊，他直接转世。你不觉得吗？对，好像是。下一笔紧张，没给他亲亲吗？没给他亲亲吗？没啦，不是哦，同乡啦。同乡，对，新北给片嘛。对，哦，新北。没你同乡。哎呦，新北真的是，哎，我上次去查了一下，新屋是我们全台湾哈，对啊，那个乐透，这个大奖得主最多的一个地方。哦，真的哦。真的吗？新北。真的哦，乐透威力彩就是你为什么会去查这个啊？啊，因为他曾经有跟我讲过，有一个人在那边有得过，所以我真的就上网去查了一下，新屋乡真的是我们台湾目前对大乐透开奖到现在真的吗？头奖最多的，你讲出来就不准了。哎，你行不行？请问妈，啊，把它剪掉。真的讲，我也有觉得。网络你 Google 就有啦。真的有这个统计吗？你就有啦。哎，真的啦。你去 Google 一下。赚富卡，我们一直买。哎，我觉得有这个预感哎，我也觉得我会中。我每一次去买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会中啊。我们还在录影，会不会帮你剪掉？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会中。对呀。我在买之前我就已经分配好我钱要怎么用了，真的。对啊，但我都没去买。后来什么阴性商量？哎，身边要问别的了是吗？没有。好了，我们让黄灯下去休息。那么忙，那么红，对不对？学生教不完。对啊，还好啦。真的。开枝散叶。对，真的。我们歌功颂德也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可以。谢谢施梦英先生。那不要掉出来。黄灯结束。跳什么东西？好啦，施梦英先生。好，我们那个抢红灯啊，黄灯绿灯唱完了，红灯。哎呦，红灯就不要让他进来了。红灯止步，好不好？绿灯行，红灯停，黄灯停止，红灯要来。哦，不是红灯要止步吗？没有，红灯止步啊，要直闯。红灯直闯，红灯直直死，红灯滴滴龙都要直闯啊！之前啊，红灯直死还得了？直闯还得了？要花钱呢？不会啊，没有人看到。
没有人看到的时候直闯是不是？哎，警察先生啊，这边有一个常违法的哦，你得给他免哦。没有，我什么我还去表达去，我20多岁都会开车。20多岁，20多岁啊！你那时候是开有牌的还是没牌的？有呢。有啊。开货车哦。开货车哦。你才那时候应该是你这种货色开货车啊？开货车搬货啊，他什么货色？对，就是他这种货色开货车不是刚刚好？观音娘娘的货色。那是轿子吧？谁来跟叫的哦，嘿，俺同出题咯，你有冲过吗？你根本来做蛮低啊！会啦，哎，没正经，你们看打扮安酱啊？哎，你是打扮没懂讲啊？哦，有，但是你拉太高了，你的那个袜子跑出来。来，拉太高了，好，俺出题了哈。哦，贴一个提示，观音娘娘有保庇，有保佑啦哈。哦，有。听一下，嘿，听一下，就系会挑战。哦，嘿，哦，第3个，这个是每张会冲。嘿，嘿。就唔好先第3個。哎呀，這個按講嘅是冇錯。冇啦，第3個係講嘅什麼張會衝啊？哦，講嘅什麼張會衝啊？你選哪一張？該挑戰咩？該你按路咧，你哪一號冇？嚇？哪一號冇？有人3條狗會都會吃寬啊？你根本中嘢貼貼我想來挑戰看啊！哪一張？就愛挑戰。哦，就愛挑戰，就愛挑戰。我跟你講，不老啊，3種嚟講，對記住係一種挑戰。嘿。3種嚟講，對你嘅觀眾朋友們一隻挑戰。挑戰，對。古說你先就係會挑戰就衝。就會挑戰。不管多幾多歲，就係會挑戰，係咪各位？好，來做就三國志。三國志對唔過來講有乜特別咧？對啊。腳下嘅好得人講啊，腳下嘅啊。有拉丁森巴，拉丁森巴。三歌子他用这个拉丁森巴版的这种感觉的冲来跳。这个是挑战乐队老师吧？哦，那种。你在跳舞哦？你在硬跳啊？我呀，我都冇。你阿同羅時鳳跳下嚟跳一下。我跟你講一下。衝幾下樣？跳緊腳度，跳緊腳度，差不多，好。哎呦，他 ending pose 一定会依偎在你身上。好，那我赶快下去。我挑战了哈，三国志拉丁圣白版本哦。
哇，小兰，你有把我们后面乐团放在眼里吗？我计程车帮你叫好，你可以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天动呢？可以回去了。钟钟老师都站起来打了天动呢。对啊。啊，那这种挑战算怎样？失败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问一下乐队老师，钟钟老师。 老师的挑战成功，是你们的问题吧？是老师们挑战失败的，老师成功了。这是我们的挑战是吗？天动哎，我看钟老师每一个点想要天动哎，其实是抄你们吧？对啊。哎，小兰，哎，你唔是空啊，还跳会出，让我冲会出。 哎，我站得你就会做起啊！做得，我会做得啦，做得啦。青华本台起来全部起来了呢。哇！这根本就是他自己演唱会的现场。被他的精神感动了，对吧？对吧？演唱会就是这样，主角之外，其实没啦，我们是一起在追。哦，你帮他追的。帮他打拍子。哎呀，我们是被乐队老师感动的。哦，你们在帮乐队老师加油。觉得乐队老师很可怜的。 那个鼓棒都要丢出来了。挑战算成功吗？啊，成不成功哈？我看那观众朋友，哎，好吧？对呀，如果你们觉得成功，燕燕用挑战是才没厉害啦，比同人李平同冲给三台跳真是没用用。就会讲过很多，你会认为说，哎，这个真让我做的接爽啊，能节目了，对吗？哈，对呀，对，有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啊，他是不是到底是跟我们制作人有一腿？ 还是怎么样？可能没有，可能没有，唔讲可能没有。佢一講到你嚇吼，我劉海人講，講你係咩咧？個製作人有一腿啊？對啊，係啊。我唔止用喺度動多腿啊。動多腿啊？動多腿啊？對啊。係啊。我唔止腿，動多腿。到底孟達去找你找了幾次了？孟達該超好你來啦。 他露出少女娇羞的表情。给他做的哈。孟达做的了。做的嘛。资仲颖做的了。唔敢笑。师兄啊，吃只奶糕来就好了。你老公地位有冇？我老公哦，唔會啦。唔會啊。你老公演演。佢以前是對愛對唔得到啊。哎呀。佢跳擺對唔對？你老公對。 以前啊，佢推人家對人，對愛哦，推咗唔得啦。以前結獎呢，一條男冇暗藏。哎呀，上個笑字中，他青葉的時候，充滿小青葉，跟青葉像鬼樣係咪？對啊，充滿鬼，我以為在超度，你知道嗎？所以你超度誒，你老公特別係強啊。 其實嘛不強，你睇下唐國當多人強呢。哦有。唔講開貨車嘅時間，本來咩要搞？你有後上嘅相片冇？本來就可以。有啊，你之前有變過啊。有變過嗎？係啊，就是現在拉提一點的感覺。差不多啊。冇咧，嗰陣時我其他嘅歌是向下跟馬祖啊周邊，啊是結拜啊，結拜就係向下兩新中人啊。哎，結拜結束嘅時候啊，退伍是去每一個家裡吃飯。哦，請吃飯。啊，就像中人。佢看到是中醫咧，佢中醫又唔啱講我。真的哦。講埋有一拜來，結果我喺台北，以前那個台北都商展嘛，要開那個，係咩唔係個霸王先得霸王講完啦你話，講埋無言吧，我講啊，我老妹啲喺幾多班工廠對不下呢，我是向外去啊，向外去哦。 喺外去叫唔啱對藝哦，其他嘅當然看到中醫藝講，你細妹啱去做嘢，係我嚟又先啲霸王講完啦，嚟得謝啊，哦，攞件老年客，跟攞件攞位年客來，成年同學，小年客。我先梳理一下，你喺講人嘅老公家不卡係賣霸王還有講完了？這個台北咧時陣嘅做位商展啊，佢做位點落來。 做個店冇賣啦，就是店沒賣冇人，啊，你就會同佢賣客人商展那個。哦，唱冇人咩？喺去外國嘅會記住，啊，佢看到藝是落喺路上嘅，路上來，佢係唔敢對藝哦。包尾個上頭嘅人看到，哦，而家寫下字哦，等佢老人客啊，唔會哦，我唱佢說東西，哎呦，跟藝老公哦，唔係個講人老啫喎，是個講人係老，比如怪咗咧。好，先下手為強。啊，對。係這樣嘅咯，過來其實因為他一定會做生意嘅。見咗我同哥，
人家不要呢。你讲nhà老公安用啊？冇啦。我nhà老公出只橋呢。其實講披薩叫起啊。哦，叫同工就出嚟啦。係啦，包尾你同阿強喊喎。係啦，包尾其實很冇人去不下做。按價。按價，是真係冇人去哦。誒，爸爸糖豆是懂愛啦。即興。好啦，要俾大巴裝。做嘛？佢冇中意養老公啊？我還要後生，我自問家，20歲。20歲。差唔多吧。人家個年代20歲就做得了。我自問家。哦。你爸按傳統啊？係哦，講係。我媽媽是叫我佢講，還有你要結婚啦，嗬。哦，結婚多咧。包尾是係每年是講3月啦天婚，和8月將來拖。韓國冇3月天婚，5月就來拖，個拖轉去做些唔值錢啊！係，後來乜解都冇做到，啦冇穿到。跟住按好。做啲啱係當傾嘅。哦，所以阿溫孟達做得冇。誒，叫阿強嘅合，就是覺得像阿婆阿娘媽你媽老公，阿公都孟達就。少女心，你幫我做花可以嗎？少女心，孟達按 UK 做唔得，對，很沒底哦。哎，很難講哦。金毛東 UK 他搞不好不想奮鬥咯。佢當乖，佢當乖。當乖啊！啊，大擺每件我偷半樣嘛。乖真好。係啊。怎麼談？那先搞佢，佢較冇經驗。哦。對嘛？哦。了解。拜託他，你跟我講喊出來好嗎？哦，一副了然於胸什麼意思？冇亂搞佢。歹勢啦，小蘭姐的老公，可能大戲都會看人哋節目呢。我見比佢創嘅三國志來講，真的對你來講係一種太挑戰啊，對嗎？用一種音樂方式。對小蘭姐來講，算係普通啦。對 Annie 欣賞這是一個很大挑戰，對。冇，你睇看到樣嘢，我下次的挑戰就是要跟到小蘭姐，知道嗎？戇戇嘞，聽唔到？你都戇戇嘞，條件啲樣嘢啦。哦，難跳舞係啊。哦。好了。好嘞，你讓有力轉移好嘞哈，紅燈。好了，你的生平。戀愛故事也介紹完了，歌也唱完了，對嘛哈？給片，所以就本你轉移嘞。好了，紅綠燈，我們紅燈。那我要不要請我們製作人坐在你旁邊？需要嗎？你好下。好下。係啊。好嘛。唔會嚇佢啦哈。坐在啦哈。對佢較好的話哈。房子要過給他哈。對呀。希望你們有2腿3腿，好嘛？好嘛哈。係啊，叫咩意思？來一檔人叫咗要不然你來做主持好嗎？好不好？啊，我不敢啦，你們是名主持人呢。冇，不然主持人，羅哥你就不用講話啦。哎呦，係咪？哦，真的啊。放鬆呢。哦，那要不然這樣子好了，孟達再開一個節目給他主持，可以嗎？沒有，家裡我做名主持人。家裡對，我最大聲啦。哦。同方都壓落去。所以孟達去你家開節目，黑暗有個意思嗎？歡迎。那就這樣了哈，好嗎？就這樣說定了。啊，幹嘛還要拍攝下來？啊，這現在也沒有什麼不可能的，是吧？好，沙倫分享嗨皮，我就很會拍片呢。哇，有恐龍英雄啊！太搞好，直接從床上起來的。對啊，你為什麼那麼喜歡穿睡衣款的？這可能是他的那個給大家的印象標配。標誌是吧？你的標誌還是有廠商跟你長期配合？沒啊，就較輕便啦。哦，我好想幫你把這個頭髮剪掉。好，沒事，繼續。幫他拉好。好，為什麼要拉好？這樣比較帥啊。銀川這樣的有差嗎？他帥在這就夠了。幫你拉好，幫你拉好。好嘞，聽到嘞。好，OK。衝過誒，叫咩？衝過誒。哦，你們會衝過誒？挑戰嘛，沒有人挑戰哈。我要出題。好，我要出題了哈。恐龍最想要。好。想要什麼嘞？想要他好像還好。偶像就是我。聽一下。第三個小朋友的最愛，小朋友親好嘅東西。應該係兒歌。兒歌哦，知道係兒歌哦。所以是小朋友的最愛，就是。那就不會是你的選擇了吧？因為你都是教壞小孩的，不會唱兒歌。真的教壞小孩。阿條前跟偶像就是我，還有恐龍最想要，兩個你都選就錯嘞。看一下
TO 嘛该好东西好嘞。哦，恐龙最想要吗？好，好，恐龙最想要什么东西？来，那一条狗诶。我一开，钱就滚滚来。万银之 OA 啊，很难哦。已经全讲给钱用到了。好，来，弹过来。一开，钱就滚滚来。说真的，你现在那么红，你曾经一个月有没有7位数字的收入？有，希望你是为一个理财，不要乱投资哈。对。没有。是不是？我觉得恐龙一冲挑父某盘饭。律动感，是那个身体非常僵硬。人非完人，没关系啊，长得帅就好，其他不重要。然后那么多年轻小朋友这么喜欢你。对啊，我真的要no你厉害，随便骂个脏话，你的发型好看多了啊。金姐，
同金钱给他发型啊，你还好看。哦，对，啊，这没有，其實上到10文啦。啊，上到10文。上10文，但是其實看對家這個愛情看無注重。冇錯。奇怪。咁會，也咩 TP 咧，伊隻粗型。冇啊。頭先個造型化妝哦，較夾應該。較夾對啊，我坐不住了。你坐不住了，對，這痔瘡犯了。就是大概畫10分鐘就好了。真的，你比羅哥還急。我就去睡覺了。我至少我有20分鐘。羅哥有你是混種哎。我今天說，今天好像比較久哎，好像超過20分鐘了。對。因為他底子好啊。底子好。你要表現那邊親厚啊，其他周圍事情。所以隨便講個髒話，你看那種小孩子都覺得很開心，覺得很奇怪嘞。這就是粉絲啊。這人紅哦，真的是就是這樣，放屁都香了。對啊。差不多。難怪蘇州兩條狗會肚肚厚，天選之人。我來講，叫媽媽要錄影嘅時間係要跟恐龍偶像嘅時間會塗愛戲哦。哦，真的哦。那你要不要特別跟恐龍拍一張？然後就是媽媽給他拍到照。有。之前有照顧嘿。有哈，但是他被爸爸禁看了。哦，真的。所以我跟你講，我們台灣哦，真的20歲以下的小孩哦，年輕人跟小孩。我不知道嘞，我覺得因為受到一些這個影音的影響，對啊，所以你算有影響力啊，對啊，你要不能專門拍那一些有的沒有的。比如上次某一天，他有時候會有正經的內容。最近還有人邀約啊，也是不正經的啊，要跟那個加藤鷹一起拍啊。哦，加藤鷹哦，加藤鷹羅哥就可以。哎媽，加藤鷹羅哥我就很會了。你根本一跳山衝到2條狗，也算是命定之曲。這對你來講，這個哎呀，親簡單，親簡單啊。對你來講，親簡單。對啊。阿給做個事情，其實每2師推青東影碟走，平衡報道一下。說真的，你現在那麼紅，你曾經一個月有沒有7位數字的收入？有哦。每個月嗎？到現在沒有每個月，沒有每個月，沒有，對，有時候有，有時候沒有，有時候，那這樣子，一年應該也有8位數字咯。某一天啦，你問那麼詳細幹嘛？你是國稅局？沒有啦，就是因為你這個很多年輕人也就會覺得說，如果我可以的話，還沒做的朝這個方向而一行，可以要會存錢哦，因為讓我開銷有時候有點卡抖，我覺得他是會存錢，因為他每次都穿金戴銀。現在金子就是很貴，金價不會低。你看，給都會有金鏈呢。這搞不好是假的。金質大，這真的呢，這真的呢。對啊，所以他是會理財的人，他知道金價保值。希望你是會一個理財的人，不要亂投資哈。對，像那種亂。沒有，像那好的歌手，你就可以幫他花點錢吶，出個唱片這樣子。義軍吶，義軍吶，好的歌手，是，還不錯啊，年紀輕輕伊斯朗些，月收入有到7位數。你們輕邊啊，公司採訪啊，就像樣片兩種東西，短片這種我連剪輯都不會。哦，黑毛，我連學都不想學，就是一個老人家，你知道嗎？鼓手兩邊要發時間啊，還要想企劃之類的這種東西，就算自然發生也要有內容物嘛。你現在應該有其他機會向不同的觸角發展。有嗎？有嗎？有嗎？有哈。你還有做什麼？還有開有斜槓什麼？餐廳。餐廳？開夜市攤販，最近開的。真的要搞？開在夜市，賣乜東西？就賣麻辣燙，麻辣燙，真的有賣你哪一片口哎？通化夜市一間麻辣燙，一個還有汽車的精品，還有一個美髮店。哇！就隨便玩玩，大家也可以隨便。跟幫他出單曲一樣隨便，是不是？你怎麼都可以隨便玩玩。你都自己獨資還是跟人家一起合資？我有我獨資，有我合資的。沒有他走哎。哇，厲害厲害，未雨綢繆，非常厲害。好啦，希望你不管在這個演藝事業，還有在你的其他的行業裡面都能夠表現得非常的精彩，好不好？謝謝。好，人若精彩，天自安排。門開，一直錢滾滾來，好不好？大家錢滾滾來，拜拜。什麼？錢要來，你要拜拜。你要說錢滾滾來，八方來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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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對？可以哦。
啊，可以哦。好 ，OK。下一位歌手辛立辉。下一位歌手要慢点。哎，来。黑马闪迪嘛。我迪哦。迪哦。你确定他辛立辉吗？好，那你要不要回去休息？要，好，那你回去。好。流行歌曲做內容真勁動精彩，下禮拜還有更加多來賓，我哋挑戰流行金曲歌。接下來一隻單元，邀請到眾多後生人來唱山歌，一下就共下來欣賞吧。大家好，歡迎陳意涵，來，有回到王出家美哦，客家美女啊，哎，講什麼？哇，我跟你講，有酒窩的女孩子啊，就是屬於漂亮的；有酒窩的男孩子呢，哈。就是屬於帥的啊！哦，你有看到有酒窩的男孩嗎？在現場有嗎？有帥嗎？你什麼表情？根本日，還有特別計劃。沒錯。後生人唱山歌，哎，今年動後生呢，全部都係毛是聲優嘛，緊張，哎，徐董，哎呦，徐董你還好嗎？小陳，哎，這個係客家美女希望啊，係咪？哈，哇，大家好，等下加油哈。全部有來過人哋節目有唱歌，係，今日看佢哋好好嘅表現。我唱你傳統嘅山歌，但是冇咁樣啊，今日嘅教法冇咁樣啊。今日教法冇咁樣哦，唔係講人自家練習好，要用粗淺嘅方式咯。係嘛？你還要平聲欣賞哦。因為山歌有分三大跳嘛，三大跳啊，還有啲恐怖聲，分粗出來看咧。粗都買跳，就粗買跳。露山歌也係山歌字也係誒平板啊。各位小朋友可以嗎？各位做得嗎？冇問題哦。做得嘛？可以啊。蔡慧騰是小朋友嗎？他做的好有動搖拍頭呢，所以動搖拍頭呢。他是走錯棚了。對。還穿古裝，動搖拍頭還有錯的。反串了，太年原來唱新年的歌啊。不管用，根本一衝下去哦，你現場有專業評審欣賞啊。對。我本台幾個要建議啊。對，哎，我們評審老師也要介紹一下。對。不然今日有六。大概有差唔多4V、5V 嘅評審欣賞。4V 啊，內容是有5V 啊。冇5V 啊。冇。平常是有4V。4V 評審欣賞。哦，哎呀，今日2V 就拉了。係啊，為什麼只有請到這2位呢？我們歡迎一下啊！來，羅英欣賞，林采莉欣賞。來啲咧，後生人嘅關係。倆菜嘅，你唱山歌嘅欣賞嘅部分，咩算係後生嘅欣賞？後生一推欣賞啦。後生一推欣賞。那個是講，李秋霞欣賞啦，車吉個欣賞啦，雷聲強欣賞啦，毛主任嘅高中啦，個全部就是碩果僅存啦。你嘅小朋友可能會強。會緊張壓力嘅狀態，所以按邀請後生嘅先生來分享一下，佢有咩從比賽開始到下咩講到經驗咩？係啊，求你鬧捏出去嘅欣賞嘛哈！等下小朋友們熱情掌聲給我們采莉老師哈，給我示範露山歌平台教堂哦。係啊，我們來，什麼叫做這個唱山歌，好嗎？我們請到采莉老師來唱一條露山歌來示範一下，來。哎呦！開灣山歌，誓言強啊，青年四季。生死中啊，
强颜，来争春啊！客家文化。 传扬啊！哎呀，好，欣赏好，哎，欣赏啊，好糖嘛，对对对，重伤有他太上台会不欣赏嘛，哎，头发要同着强用按洗哦，哎呀，那么强着按洗时间开始冲的，鼻都也哈，鼻都也已经做欣赏了，哦，哎，都不会搞懂的后生呢，也是桃李满天下，早晚去赚钱呢，是啊。对，这个彩丽老师也常来我们节目，家来，分享了师范妹妹全部懂懂，所以也这么常来，也不用再怎么问了啦，哈。哦，对，好，谢谢沈蒙太哥。没啦，至少会搞两条小朋友，冲山狗有嘛技巧的部分要注意嘛。比赛经验啦，按分享经验冇分享的那种，听一下。因为太部分啦，你看一下，像开头俺们。 熟识清酒哎，哎，咩迄几岁岁，我就看到呀哈。他真的是很上瘾吗？好像听说是什么董事长。是董事长。哎呀，因为佢度很多读书啦。啊，我之前来比赛嘅時節，咩老佢度一下年紀差唔多。你多歲來比？嗰樣是17歲。17歲。17歲來比哦。 算高中生啊！第一擺來嘅時節係國中，12歲。我喺來高中嘅時節要來比，要過來比一擺。嗰樣時是17歲，嘟好愛考大學嘅時節。OK。哦。嗰種你還沒家人呢嘛？結婚？沒有啦，冇啦。還忙。我家人我來呀，先鋪一下。我以為已經跟那個乾媽的兒子結為連理。沒有啦。還沒嫁，但是小孩好幾個。 就有點，這就不好說了啦。這個比結婚還誇張。對。但是這個那個時候來比賽時間，那個學業壓力應該啊，你沒青苔啊？應該還好吧？因為邊衝狗。對啊，你也不讀書的人，你呢？沒啦，沒有意思還是要啊。至少不給過管吧？就係一邊讀書，一邊又要比賽嘛。啊，以前我來比嘅時間，嗰樣是。 比到6強嘅時節，嗰樣是當緊張哦，去加下歌詞啊！哦，我特別來比賽比賽就開始專業下歌詞，有主題，我下歌詞。你靠天的去加下，我全部去加下。哎厲害！我全部去加下。唔係乾媽屯強下下。乾媽咁有咁厲害？乾媽比賽嘅歌詞咩愛下？乾媽，我知道好像扯後腿那一方。哦，然後去加下歌詞。去加下歌詞呢？嗰樣是比賽6強嘅時間。 唔好比啊，因為我係青色嘛，他全部就唔啲，總比嘅多隻冠軍嘅歌王，係啊，向下邊啊，會寫歌詞，要愛練唱歌，啊，要行愛讀書，嘅全部壓力，係，對，懂厲害你知道，懂堅持啊，用韓國人，你看堅持都呀，哎，他有他的一片天在啦，不說他自己要堅持哦，咩精進去搞，就像我老家都有講，其實誒。 不要太在意別人的眼光，因為客家山歌其實來講哈，就是比較小眾嘛。對，跟其他的歌曲比起來，我們真的太小了。但是小眾也有我們的這個觀眾啊，也是很多人喜歡啊，對不對？對。不說我老家都講，雖然我們是小眾，不過繼續唱歌誒，繼續堅持，我們把我們愛的山歌唱出來。很希望本人看到，就唱嗌咩唱到一下，但他就會麻煩呢。哦，當然冇問題。他那本來都小朋友親口建議，冇問題。只有2個老師，嘿，但是也很重要，對不對？好，好，了，謝謝彩麗老師，謝謝阿子飛，謝謝啊。對對，還回頭休息一下哈，準備當老師啦。新行人哋根本已經好上演衝上過嘅 TP 計劃。好嘞，好，有請 TV 啊！ TV 啊，要㗎。
来有感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。好，来。你知道要怎么比赛哈？知道哈？知道哈。哎呀，哎，来有感很厉害。有感，嘿。对啊。你今天有特殊加分项目吗？今天有吗？除了排轮跟陶笛，还有别的吗？小号。哎呦，你真的是才艺满满的，很厉害。对啊，那我问一下，你3大调最怕什么调？怕抽到什么？平板。哎呦，平板不是最简单的吗？我没唱过。哦，你没唱过，另外2个调唱过是不是？哦，好，那看是不是就是全部都是平板？来，为了公平，我摇一下，来，你自己抽，不要怪我。可以啊。看你会抽到什么？好。哈哈！你猜抽到什么？3鸽子。确定3鸽子你就不怕了是不是？3鸽子跟老3哥比较不怕。哦，比较不怕哦。那就会唱得很好的意思。那如果老3哥呢？老3哥跟3鸽子，老3哥唱的比较好一点。唱的比较好一点。哦，哎呦，那我们就来听听他唱的比较好的。老3哥，老3哥了，要做对吧？可以吗？做对哈。还是你要换平板？要不要？我看挑战一下自己嘛。我看里面有平板。哎呦，有呢。哎呦，那就唱老3哥了。老3哥，好嘞。给你其他小朋友送上了一套哦。好嘞，开卡后。小公一丝，强春楼南，强州莫谈。用神云的本地宝南，富贵难忘。数年。
哎呦，很厉害哈！哎呦嘎，那用当专业的呢？是，这出去表演的呢？系嘛？可能接都出去表演哦。Come you，你有常出去表演啊？接出去表演？今年有去参加2场比赛。比赛啊？一早去比赛，一早去老配个团去交流。交流？哦，现在在交流。到銅鑼嘅片嘅總評結飛數，要總評是飛數，結飛數，總評機會數，呢度有3個比賽，我要去參加。你創3個也表演才藝？創3個。哦，你創3個，是創到3個？係啊。準備啊跳下嘛。哦。創到以後啊？係啊，冇表演一下其他才藝啊？幾時冇啦？冇啦。然後拍嘅團交流嘅時間要去盤桑拿。哦，盤塔嚟嘛？有盤桑拿哦，哇！你然後盤塔嚟啊？哎呦，跟你今日跟平常吃的動態上，你媽意思？哦，應該客家冇桑拿。桑拿啦，跟住塔嚟啦。係。盤塔嚟嚇，按今日想要盤乜嘅？今日要盤小喇叭。盤牛。小喇叭，小喇叭。小喇叭。啊。小號，小號都會用一種東西吧？奇怪哈。好了，你剛有帶來，來，我們請我們的那個樂童下去拿一下。來，我來。樂童。這樂童會不會太老？他幫你拿小號可以。來，老師麻煩，來，讓我來幫你拿。哎呦，大師級的人物。你那盤嘛該贏哦。今日我會盤嘅係客家本色。客家本色啦。你不要跟我講你要吹國歌哦。好，準備好嘛？準備好了哈，來喲。好嘞，準備好了哈，客家本色來喲。來。還有配樂，你看。專業哦。前奏還蠻長，太長了。你前奏會不會吹？他會主旋律啊，來。第2段跟第1段的應該係相用嘅。來，第2來調試不起啊！你等下同我講第2段我不會。哎，你很強哎。嘿啊，你為什麼會學那麼多樂器？是啊。你係有興趣啊？講呀爸呀妹，你都好按到。有到音樂班啊，妹係好壓榨老他嘞，難怪我看你的嘴巴就喇叭嘴。他繼續喇叭嘴又變大師啊，跟小天老師一樣，這麼喇叭，你有冇看到那個喇叭？超喇叭。對啊，OK，繼續加油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剛剛唱完老山歌了，我們現在要請老師來給你一些建議，交流一下好嗎？來，唱英欣賞。好，要家今年唱老山歌哈，經唱經好，就其實你之前唱歌嘅時候，我就當入印象咧，該當時就想講，應該上動量動降，可能慢慢睇咧，吼，要換聲期，好，所以本該建議就係，你啲唱山歌嘅時節，吼，嘅高音嘛，雖然唔是幫唱歌，唔過唔嘅牽上，要牽一下，才會舒密，才會講，吼，較明顯佢就係第一句長春路。好，跟住 V 數嘅樹音，我較強啲嘅吼，哎喲，會較穩。韓國人嘅日常詩啊，吼，就係日常詩數詩嘅時節，咪係會較短一些些咧，唔是牽上，因為牽上吼，參與嘅唱法地位都會變高音，還有會唔穩，吼，咁樣就會較大聲一些些咧。比如講嘅天語記吼，16度。
16度吼，也出去入上司，吼，转去做啲自家个参考一下。韩国有就是爱加意思嘅味素，比如讲强嘴嘅嘴，吼，韩国富贵嘅贵。做得加意思、加料、加哪都做得，吼，嘅個人會含下量安樣型，吼。韓國而嘅天藝術嘅第一件人生難免一封事，你阿件就衝到前後，不管係天生也係樹莓，吼，都非常嘅好，所以你做得參考你阿件。去本你嘅其他嘅含下進步，安樣本你嘅建議什麼人？還是誰？來看下粉絲好來，冇啦，本啦，根本咩冇出紅包啊，冇啦，係冇吼，先生講很糖嘅事啦吼，啲人吼，假使嘅意思，本人嘅三個含下完整。對，你看這蔥都是懂貨，啊又按多採法。正經嘅頭弄一下，給他通做清後，真的，蔥膏不按用。係啊，比如嘛，就懂大氣，清油嘅有大將之風嘅感覺，真的，有加繼續加油哈。這個樂器哈，真的好好的練，對，真的每一種都練一下，但是你基本上你要找要有一樣精的，專精的，好嘛，比如塔雷啊，然後小喇叭，我是覺得塔雷不錯啊，因為我那天看一個短影音哦。真的有一個人就是真的吹得很好。有啊，他也是一個網紅啊，輕有氧。對，然後他就是結合用現代的音樂現在的 real 斷片啊，傳統，然後結合，很多外國人都還吹很多流行歌啊，哦，很棒哦。對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有加油哦，走出自己的一片天。OK， 好。囊穿三個，囊。好，來，謝謝你好。好嘞，沙哈來歡迎陳意涵，來到舞台同我們出家妹哦，客家美女，講什麼？我跟你講，有酒窩的女孩子啊，就是屬於漂亮的啊。是這樣嗎？我也有哎，好大。有酒窩的男孩子呢，哈，就是屬於帥的哈。啊？哦，你請講出都蠻挑。你有看到有酒窩的男孩嗎？在現場？有嗎？哪邊？啊，真的有帥嗎？什麼表情？你不能光靠笑啊！你這樣不夠社會化哦。對啊。好，有帥嗎？有哈。有嗎？我跟你講，我這不是酒窩，我這是皺紋。皺紋長在那裡嗎？哎，意涵，這你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長得很可愛，而且麥克風拿來講話的，你知道嗎？你為什麼一直摩擦它？哎呀。對。他真的一直在旋轉這支麥克風啊，董建總哦，你知道嗎？建總，你家比賽都拿條命董強呀，你講出到嘛該曬太挑，嘛該挑誒。肉山歌，真強呀！我覺得會講出到肉山歌比較正常。哦，真的啊！哦呦，那個是玉家最開心的。清油吃心那挑誒。對呀，來看一下那邊出到肉山歌，來數一下。還有恐怖箱，好來抽一下。我不敢看了。好了，哎呦，你就已經沒手了，你看。哎呦，三國志做得嘛？真的嗎？三國志冇問題哈。三國志配合漂亮的女生，哎呦，剛剛好。那老三哥配合漂亮的女生呢？老三哥就要配像李秋霞老師這樣，比較如泣如訴，還有咪西黑嘛？對，好。啊，用跳落唐藝涵衝三國志來。乾坤流是那時啊？為什麼想唱客家歌？有興趣。有興趣哦。是為什麼？是什麼興趣讓你使然去做這件事情？對呀。喜歡唱歌。你喜歡唱歌哦？啊，你不會喜歡唱像他們那個韓國歌哦？特別喜歡客家歌是嗎？是哦。是哦。你有喜歡的偶像嗎？羅時豐嗎？沒有。羅時豐你還好？幹嘛回答那麼乾脆啊？
才知道你蜕变了呢。有蛮够。对啊，去创国的屯台湾王中央呢，又更炉火纯青呢，金发呢，还哪厉害嘞？是有啊厉害咯，你有陈美福呀，有去苏多嘛个养熊呀，嘛个有嘛个这个茅塞顿开啊，样板啊呢，又突然跟好像就蜕变成一个人。你之前就冲到清后的啦。之前你上一摆落的时间，迄因为田传印嘛，大条名落嘛，系冇？吼。金钱可能某一天大风挑的都冲得好，不过根本也三个字冲得特别好。真的好糖，真的好糖。我送啊，根本有登录的送本。哎呦，还有登录啊，还有那么好啊！对啊，我要送你一个。这太有。卡拉 OK 点歌本。就超不开，卡拉 OK 点歌本。太小本了，然后大那个卡拉 OK 点歌本。还有上瘾款的呀。卡太本啊。你不开卡拉 OK 点歌本，那是因为录音卡可能是啊太。对。给那个东西。冇俩黑。日记吗？那个。那是什么？那个也还记的东西啦，嘿，然后你上一摆来个时间同来讲，当中同来分享嘛，系冇？也就你根本要带来分享的东西，系冇？嘿，你还种嘿，你当红的嘛啥？你还你吗？唔嘿。这上面这位是你吗？是个韩国的艺人。韩国的艺人哦。啊，这本里面全部都是韩国的艺人吗？就是他本人。就是他本人全部都会给。哇，你还骂啥？722是什么意思？只是他出道的日子。哦，不是他的生日啊。不是。我还以为他生日跟我一样7月22。就是因为他的长相很像熊，所以。他哪里像熊？我自己也觉得他很像熊。真的哦。粉丝也这样觉得。他像熊吗？就是。你看，像熊一样可爱。他长得那么漂亮，哪有像熊啊？就是小熊。那老豆很呢。哦，小熊就是让人家觉得甜甜的、很可爱的感觉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叫 Minji。Minji。给哪一张唔同嘅？对啊。嘿 ，New Jeans。New Jeans 哦 ，New Jeans 不是闪团中吗？对啊，就是。不过你亲戚分两个团就抽嘞。我很喜欢他们。特别喜欢 Minji 这样子。韩国我只知道一个叫周子瑜而已。子瑜，你刚刚猛一看是不是以为是子瑜？哎呦，这个不输子瑜哦，这个蛮漂亮的。团全部听讲，以他们不会输呢。我觉得你有潜质。你连他身份证都有啊？这个。这是对啊，这是周边，然后拒收的。哦。你要收集这些东西会罚金斗钱吧？对啊，按你归本呢，他们要罚一斗钱。花一点钱而已吗？对啊，就很喜欢，但是我有想过把它们卖掉，但是我就会觉得，可是这个绝版了，对，就是现在需要用钱吗？就是会绝版，就觉得哈，因为我其实追这团，我追到最后有一点难过，因为他们发生很多事情嘛，我就会觉得一直在内耗自己。我觉得，我其实我想到就会觉得他们受影响，对很难过，对，所以我就想团体然后不和或者什么有的没有的，不是就是他们发生经济纠纷，对，就是跟公司有点问题。哦，那赶快卖掉，赶快卖掉，要不然这个团解散以后就不值钱了。我就觉得说。那么爱他们，又会不舍不得，粉丝的心情唔攀的啊。对，我就想说，如果卖掉，我就觉得我的回忆就都没了。这就是粉丝嘛，毕竟就是陪伴。黑共有一个那个粉丝拿着你第一张专辑、第一个卡带来给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感动吗？感动啊，感动！我有碰过啊。你难道会说？对啊。这我年轻的不要拿出来，以前那么丑，不会吧？但那个是卡带，那不一样啊。卡带 CD 那个是可以收藏的，像这种相片。俩没黑啊，这个俩青豆做的某应用蛮买钱，它这个每一个它应该都是限量的收那个卡吗？是吗？有的不是，但是有没有特别难收集的？有一张很难收，但是不在这里面，因为那张太贵了。哦，就把它你这样收成本，它一张一张收集起来也很多钱。哦，那这样成本你有没有算过？你大概花了多少钱？这样这一本应该有2万块，只是2万块算少，因为我没有把全部的都算进去。赶快卖掉，赶快卖掉！不行，这是他的青春记事啊。哎么，你特别喜欢给歌神呀，像5月天，你还一堂给他演唱会面有青豆，给他演给充满了回忆啊。对，嘿。保存这些青春回忆很好啦。你会不会很希望你有朝一日也跟他们一样，然后很多人这样收集你的这一些相片呢？因为我会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，我觉得他是我理想中的自己，就是我想跟他一样。哦。她是一个很帅气的女生，我觉得很帅气的女生是
很可贵、很独一无二的人。对啊，我就希望成为这样说才喜欢他。可是，对啊，这里也有很帅气的阿姨。其实你可以去韩国发展啊。我啦。对啊，去冲散国门给他个糖。哦，没做的啦，某买某可能的事情啊，给他条件今后啊。哎呀，这个是韩团真的，所以你像现在5大唱片有没有？那个唱片行。对啊，我们以前买 CD 什么都会去那边买嘛，现在还是有，但是它里面卖的那些，国产的那个专辑唱片都很少，大部分全部都是卖韩团的东西。当然嘛，他们是商业市场啊。对啊。人家太几个喜欢嘛，这个是主流市场。是，好。继续加油，冲口是年进步动。真的很棒。你们之前有 GV 个台流统计片呢，下个高速交流啊，真的没有参加比赛嘛，对吗？哦，有得到第多名，得到第多名嗰边。第3名。哎呀，很厉害。第3名咪懂厉害啦，嗰片呢也是人才济济。第1名啊。哦，还有第1名，没有第1名就抽嘞。哇。第1名。懂看难，应该是没办法超越人家，人家太强了。哦，人以他们为目标呀，对呀，向他们看齐。哎呦，好，齐加雷加油，哎呦，好，哎呦，冲水了哈，继续加油啊！哦，请蔡丽欣赏来公平一下。好，意涵，因为我之前来做过几下拜的评审，没有唐意涵冲动都拜的3歌，好，因为像他这个年纪哈，其实因为他唱的亚数歌曲哈，几首歌会弹下来，就是他的鼻音比较重一点。好，那他亚年纪呢，其实他唱来算挺好的，他上面清亮。不过就是现在要增加你的声音的厚度。因为你这样就是可能再过几年啊。就跟我差不多年纪了哈，这个年纪呢，你冲多年的吧？没有几年而已。好，因为有很细发冲狗有鼻音有童音是很正常嘛。不过亚哈吉是一个大小姐了，好，跟吉冲狗她的那个声音厚度应该更厚实一些，要更有那种成熟感。好，那再来主题亚部分哈。基本嘅唱嘅歌词有几下集係一聲嘅音，好，就是一聲的音呐。從始推邊前邊一聲，跟一聲嘅音，你至少就是你要稍微注意，因為佢唱嘅時間邊始推了邊，佢就變唱下去嘅，佢就沒一聲誒。所以你那個部分，你的一聲的音你这2首歌哈，要用数歌曲，你喺冲到一声嘅音，你几乎都有这个问题哦。好，古说你转去嘅时间，我小可要注意一下，你转去咩做在弹，你之前冲嘅3歌，你不用出来弹，你就注意嘅一声嘅音，你都会有这个问题，你都会像有点唱重音，都把它往下唱了。好，嘅几只诗就冇章。好，嘅去比赛发，嘅评审欣赏啊，爱康思念。那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。好，古时候也部分我小可注意。再来，清明一支葱油客家的客係葉上司。那剛剛你從葱油客了那個客的時候，你就是拉太長了。好，小可較短條誒，跟葉上司處理起來會較僵，會較好彈。好，就是基本上。就是這幾點問題啦，各位經過後，你就下擺就會變第1名誒，好，繼續加油哦。冇，佢講佢太牛逼，所以第1名都很難超越啊。對啊，佢一定問題吼，轉去小可會談一下，各位經一下。跟拿冠軍絕對冇問題嘅，好，繼續加油啊！好，好喊啊，好喊都會喊下好，還要更好啊！你又長得這麼可愛，這麼漂亮，又有酒窩，對不對？哎呀，跟我一樣啊！對，你也一樣漂亮，好不好？我是帥，不一樣。好了，帥，可以。好了 ，OK， 老人家有時候就是要這樣哦，加油！什麼遺憾？來，帶着你的軍隊，對，好，趕快回去把它賣掉啊！我賣啦。賣咩
冇几多钱，我买没胎了以后张蕊买，那才值钱。他现在3位数，他以后可能5位数。也有可能。黑毛哈。好嘞，沙哈了要。沙了方向起烧神，雷动雷动。哎呀，当然，都是这。好自在哦！对啊。哎，你走进来，你是不是目中无人？他都不看我们呢。对呀，然后他坐在底下也是。你就要有吃好。他刚刚，他刚刚坐在底下也是那种。累了吗？少成累了吗？麦克风可以拿起来讲话。你不会跳吗？你会累吗？不会啊。你不会啊？不会啊。你会讲话吗？会啊，他刚发出声音啊。你几年级啊？现在想不出来是不是？要升4年级。啊，升4年级啊，那10岁左右，在10岁。好，10岁9岁哦啊。好来，现在给你先抽签，好不好？好，抽签，来，看你的主动嘛，该哈。好。对啊，你想要抽到什么？老三哥子平板，那平板。你想抽到平板哦？平板，好了。那没有抽到平板，让你重抽好不好？没有了，不行了，我们要公平啦。好了，平板的抽一下，你自己抽。看有没有平板。哎，来，让我们有酒窝的罗叔叔。哎，那就是平板了。哎，就是平板了。好嘛，真的嘛。可以好好表现哈。好嘛，真的哈。可以吗，徐董？可以。可以啊，你准备就绪了没？啊，可以了哈，确定啊。好。那我们要让你唱歌了。好，OK。好，来，平板。平板哦。风云
激荡哎 ，Selson， 好稳定，他无所适从。你叫他冲得今后啊，很酷呢。然后某上就某上，一上就大男人。嘿啊，真的你一鸣惊人呢。嘿，你学导演的嘛？你嘛，谈的是嘛？对啊，听得懂吗？刚才就看像小不点一点嘿啊，就也很酷，也不讲话，也不笑这样子，想说啊，应该还好。他幸好我们两个在处罚他哦。好，唱完了，放轻松哈 ，Selson， 放轻松，可以吗？你是过的生活很辛苦是？会吗？啊，没有。今天谁带你来？那你老师啊，哦，老师有来是不是？还是老师都有虐待你，还是怎么样？没有。没有。那你为什么都不笑一下嘞？他紧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第一次上电视？但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，对不对？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好，深呼吸，好来，好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啊，吐气。放轻松，放轻松。这是你们要去表演的时候的制服吗？这套衣服？还是学校的制服？学校不会穿这样。表演都穿这样，对不对？这看起来就很像他冲头那种。是，你表演都穿这么高腰啊？这个好像是董事长才会这样穿。这样会不会不舒服？不会哈，刚好可以遮住肚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我们第二次见面了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，不要这么紧张。见过面了，会线那时间啊，有会线啊，哎呀，真的呀。海选的时候，还是阿姨今天比较漂亮，让你紧张了，是吗？哎，我请问你啊，你喺度救生，提供救生，新眼神。你有冇想要嚟唱客家歌曲？你怎么想会唱客家歌？原因的，有为什么想唱客家歌？有兴趣。有兴趣哦。是为什么？是什么兴趣让你使然去做这件事情？对呀。喜欢唱歌。你喜欢唱歌哦？啊，你不会喜欢唱像他们那个韩国歌哦？特别喜欢客家歌是吗？是哦。是哦。你有喜欢的偶像吗？罗时丰吗？没有。没有，罗时丰你还好，干嘛回答那么干脆？搞我罗时丰是谁？罗时丰就这个有酒窝的帅哥啊，他刚在那个这边讲很久了。所以谁带你去学山歌？佢是练山歌的，慢演高呢，慢演单一。老师哦。老师，那不是啊，你一定有人选单一，欣欣赏啊，还慢演单一。谁带你去找老师唱歌？阿婆啦，哦，阿婆是挥手那一位吗？说哎呦，阿婆很漂亮。阿婆是哪一位？阿婆在那边。阿婆。挥手那位是老师啦，欣赏啊，是吗？阿婆去老师那边练啦。嘿。你跟着阿婆去啦。然后你就问老师说，可不可以教我？这样是不是？是。老师就特别的辅导你，就错哎。你有去参加比赛那些吗？有。有没有得名？有啊。老师有没有奖励？有。送什么给你？送一只二胡。送一只二胡哦，你还会拉二胡吗？一只二胡。一条弦，两只二胡，两条弦。好了。一只二胡哦，老师送二胡给你啊。老师送二胡给你是希望你以后可以去个矮点的去个冲狗，你自己拉自己唱。那你会拉了吗？刚起步了，没有很会啊。没有很会啊。我才刚起步，没有很会啦。他讲话很有客家味。你练的比较厉害的时候，你带二胡来这边唱山歌好不好？好啊。可以好不好？那下次等你哦，你练好来好不好？你歌唱的很好了，好不好？从我懂哦。好你要不要听评审老师讲一下？好，来听一下音。呛音欣赏。好来。好，Selson 唱到非常好呢。认真讲，你嘅喊腔，你的形腔咬字都非常的漂亮。对。所以唐你唱歌嘅是非常嘅清楚。不过你基本唱嘅係平板，平板其實。
认真讲平板迄三台跳当中最难创嘅，因为伊个变化较多吼，所以看应用版变化就有无共用嘅创法啊，基本嘅从我知道做的本人参考嘅就係伊个听语机吼，目足度和某思肥，你的思肥的转音尾音非常的漂亮。好，那是很自然唱出来的，所以我想这个除了你平常的练习够多以外，那就是在你的演唱的经验里面是自然加进去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在9岁的小孩子来说可以唱这样已经是非常的难得，非常嘅难得。不过你给听司机哈，人生吃菜行一飞，这边的尾音比较短一点。好，那所以尾音短一点，有时候声音的冲拱哈，就是给我们大人也会有惊讶跟惊吓的时候。那惊吓的时候，就是以我当评审的经验，很多都是在吞口水的时候，然后就没唱到了，对，然后就当场在台上哭了。好，所以我想练填伤，其实这个要老师的指导以外，就是要让小朋友在唱这种山歌的时候，他有自然的反应。所以你专心吼，你咪音要数到喊他讲，你就去练落山歌。吼，多唱落山歌，然后给先生讲吼，就迄落山歌给填伤，本期较长一丝丝的，本你练习，啊，叫你就会刺眼，会有咪音，吼，按样嘅建议。韩国呢，你给尾音哈，我发现你唱的那个山歌歌词里面，只要有乌的嘴型的时候，你的那个咬字就会比较放松。乌就是嘴型哦哈，比如说木竹跟木，好，还有你的那个第2首孔。有乌的嘴型的时候，你再多练习一下，我想对你的那个唱功上面会更上一层楼。沈梦怡。哦，对对，没事回去。蛇神有糖豆吗？对啊，有哈。对对，没事回去你就是呜，嗷嗷，这样可以吗？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现在练一下。呜。这样练就对了啊。7月不要乱叫。他用专业会把他婆打吗？人家会吵乱搞。不要信你了，慢慢。乌的那个嘴型啊，要练习一下啊。好，老师也有听到。好啦，谢谢。哦，是蒙蛇神，加油，你很棒啊！今晡日歌曲真劲都当好听呢，下礼拜没有其他朋友继续唱歌的本大家听哦，乡亲朋友千万莫错过哦。节目最后就向下来听好听的歌曲哦。